天在美国，这个亚利桑那，就是一个挺不起的岛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其实是这里的整个的山头全部都是属于这个 g a s t o n 佛学会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佛学会，它是一个整个山都是一个集市的一个学院，也更是一个闭关中心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呢有每一天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就是主要是噶千仁波齐，还有其他开会在这里讲这个说法，也是比如说透过网络呢，有每次都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参与，还有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翻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传法的道场。再加上呢，这里呢有闭关中心，很多这个闭关其实都要在另一边，不是在这里。那边呢又有3个月的闭关房，还有就是听说呢，他们说今年的8月份新的一个3个月的闭关制要开始准备。那目前也有闭关，这几天也有夏天的讲出现新面片的这样的而且的特别的教课。这边也有，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这种开发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呢，也有这边有这个，应该是50多个人，正式这个参加这个5天的这个闭关。还有呢，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乡镇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刚刚呢，看不到总就是开车陪我，然后一起专门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是他们说是达清仁波切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整10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是住在这里。甘先生不去，昨天亲自也跟我说，他当时住在这里。有一次，这个台湾那边的一些信徒来了，然后呢，就是看到甘先生不去，因为这边的风大，冬天又冷，年纪又大，不去，然后看到他们就很不忍心，还是掉眼泪，然后就是说一定要不去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好一点的，因为这不是好，不是什么金碧辉煌的概念，只是说是可以挡住这个寒风和这个夏天，就是可以就是当主这个雨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仁波切其实是不在乎的，仁波切唯一在乎的就是弘扬法、利益众生。所以其实仁波切呢，就像当时大堪布跟盖旺就一样，他们都是来到外面的时候是人生地不熟，已经年纪60多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就是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呢，相对呢没有像现在那样的一个信徒和各方面的这个条件。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很多那些藏传佛教，我们佛法的这些上师们呢，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可能是考虑这个中华众生的方便或者能够理解济度众生吧，所以很多都是经常住在大城市里面，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较方便的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比现在更加的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这个现在相对于是说是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当时2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完全是一个荒无人烟的鸟不生的地方。那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居住的情况下，这个山头就是他们卖下来的。然后卖下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昨天有跟我分享，就是因为有一个仁波切来跟总的那个看那个噶先仁波切说，你住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错的，为什么这么偏僻的地方，而且又风那么大，没有人来这里。然后后来呢，另一个这个我感觉的一个仁波切来这里，他老大就往比较是吧？然后呢，他说哇，这个地方非常舒适，他非常幸福。然后说这个地方非常舒适，目前就是更加有信心，是我这个大成就者的眼光，其实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第一时间考虑到的是世俗。那这些大成就者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
另一个就是角度在看这个各个方面嘛，所以就是这么他们的不是一般的分析能力，这是一个大智慧。就那个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住在这个地方，以前呢出家住着的一个小屋子，就是哪里的量的话，就大概有这么大。那这个和估计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质量啊差不多，就是这个高的楼顶。实际上以现在一个大人过去要住在这里，就是要住在深山，而且这个10年期间呢，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呢，都是因为他的眷属，其他的一起的喇嘛都是其实是都是在异乡嘛，然后也就是医院的障碍，本身美国这个地方这个乡下没有任何支持。我今天都问那边有没有藏人，他说是可能有一两三个藏人可能在那些地方，所以其他根本都是这个藏人大部分都在那个纽约啊什么这个华盛顿啊，还有这个旧金山什么之类的地方，所以不在这里的，那就是也没有华人，也没有洋人辛苦了多少。但是这种地方下就是愿意在这里就是盖这样的一个自己闭关。那现在也有3年3个月，也很意思。然后搞相当不切说，这个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整个闭关坊的这个佛塔、闭关坊、闭关专用的佛塔，还有这个大家这个仁波切的主要的讲堂，自己的那个闭关坊的那边就是有个红色的一个小小的看到的。那这个另一边呢也是这个喇嘛们住的地方。这边呢也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职工啊，还有这些都有了啊。所以呢，这边其实是这个很大。那个另一边呢还有很多的那个石子啊，一个叫做日善石子吧所以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比较凶猛的这些还有一般的鸟啊，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呢，他们也跟和睦相处的在这个山土里一起那是非常殊胜、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这次呢来美国是第一次嘛，但是呢也是专门来这边见格森仁波切。昨天下午呢，我和格森仁波切一起呢，就是也请教仁波切，就是各种各样的法，一起聊了这个1个多小时，也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今天我专门也就是看了这边，然后刚刚这边呢特别的就是我们就是也这边我就自己发言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修行人很多时候他们的所谓的细节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书生的一个教导。这个上师的教导有时候根本不是要在嘴巴里面说出来，他的一切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教导所以我就想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投机切阿弥陀佛。